很唔一样。做新闻工作有10多年嘞，其实时下嘅我感觉戏剧、音乐、舞蹈，那係真奇妙嘅。我认识的许多劇場人，沒想我用向下嚟認識人，向下去了解劇場嘅世界有一項人呢。我想每個人都係過好看戲嘅喲，無論係戲台上嘅，也算戲棚下嘅。唔過看劇場，我感覺講同看電視、電影有幾無共樣，認真同觀眾、同演員喺共一空間，佢會各有同分間，當下嘅感覺各有生命力度。咁我自家又係細妹咩，看到細妹演員喺台上做，如果想講假使共樣嘅情景，我又會係用你嘅情形呢？啊，假使也嘅細妹演員做啊幾好，又會非常嘅多福個。喺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小介紹嘅，我非常中意嘅細妹演員黃依林同齊嫣玲。大家如果人哋喺劇場小天后，向我哋了解人哋嘅故事，還個了解人哋都會變做天后嘅。阿依林佢從細就乖乖過堂花，讀幼稚園家下，也媽媽都送伊去學民族舞蹈、跳古典芭蕾、彈鋼琴、學相聲，伊一塊乖乖去學，就安尼打好嘅學做戲嘅基礎。8歲嘅人呢，有一班唔拄好，喺電視上看到郭少莊做嘅鳳陽野炊戲，阿依林都比上多嘅，下後也媽媽都鼓勵伊去報考復興劇校。嗰種是阿依林嘅表演大嘅，已經贏過同學嘅，唔過伊總係感覺到自家生來唔係易講，怕上唔到人來看。那個時候學戲的時候就學了一個笑鬧戲，叫做《荷珠配》。然後學着，老師說停下來，你覺得你是荷珠嗎？我說我是啊，你是嗎？你苦着一張臉，誰相信你是荷珠啊？我就覺得我那時候就很挫敗，我就覺得說，可是我笑起來就不可愛啊，我相信我是荷珠也沒有用啊。然後老師就說，你到旁邊站着，你要再哭的話，你就不要繼續，你在旁邊站着。然後我在旁邊哭得好傷心哦，我傷心是。每個人條件不一樣，我就長得不是那麼可愛，可是我很想好好扮演他。那你給我一個方式嘛？你不要讓我站在旁邊，你不要放棄我。然後我就站在旁邊哭，一直哭，然後哭到一直在那邊抽搐。就後來老師就說：哭完了沒？我說哭完了，就自己不服輸，就哭完了。回來繼續練詞，然後那個練詞好像趙萬哥哥，就是那種，就是要很跟小花臉逗趣的那個口氣，然後我就一邊趙萬哥哥，然後那時候就終於明白《小丑》這首歌的歌詞了。雖然佢認真上教，阿依林學戲嘅過程三唔順遂，圖書家下遇到先生如意看中伊，推提中意伊來做主角，也一定重要嘅角色。佢會難免拍啲同學都會鬧伊演伊，伊感覺到實在真冤枉，又無奈何頭，更好睇同學調試唔到伊家下就去練功。是講阿依林默嘅就唔贏，講起來還真該愛講車，好哋嘅樣式伊總係無盼無嗔，伊能會按時忙按認真去學去練。我要如何跟我的天分相處？然後我也不能少了努力這件事情，是因為別人可能給你貼一個標籤，覺得你是祖師爺賞飯的演員。可是當我就會因為這樣，會很想去接受很多不同面向的表演，或者是不同面向的角色。因為我覺得能夠經歷這一切，那才會是一個從裡到外都通透的好演員。
改在看模拍出，认真神探功夫正经实贴，故所伊嘅表演脱体感动人。我印象深刻咩，都係伊做嘅經典戲出《活捉》，明明都係一出小白白嘅嘅愛情戲，睇台下嘅愛傻逼感動到目汁粗粗流。活捉，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戏。那个时候是北京的崔荣英老师教的。我们讲京剧有一个派别叫做小翠花，小翠花的拿手戏都是彩敲的戏，就是裹小脚，所以崔老师是小翠花的入门弟子。老师的活捉有很多东西跟我们一开始练敲的东西很不一样，因为它变得更细腻，你要用硬敲去做出那个鬼魂的移动，就觉得啊，所以那个时候练的时候，应该说学很快，可是我们练那个鬼步啊，还有那个移动啊，就觉得哦天哪，真的好累哦。听不采言係聽，是講阿姨連沙全唔講聽表係，也歸路嘅行到見，讀到按到貴人按時嘅指頭同牽神，從係教義或係神仙嘅圖塔來表演現代劇嘅李桂秀先生，還有正式拜師學藝嘅顧正秋先生。阿姨連登上貴強咪講，而且家內來按好福氣呢，那唔係有亞道先生很多嘅全無恐怖，乃會有見本嘢嘅王依蓮。今年以除係心肝頭都充滿感恩，對傳統技藝未韓國有一份使命感。没有，不用唱，這個不用唱，這個不用唱。我哋今家睇看呢係好多記牌，都係技術裁判。技術裁判呢都係講除了演員以外啊，還有嗰度舞台啊、燈光啊，也就嗰度所有嘅一個劇使用嘅元素，伊能總括如何裁判一擺，因為到行一擺嘅裁判都係等於能夠看做係真實演出嘅。故所呢有任何有乜嘅我修過嘅素材，你會看到伊能更加係睇做最後嘅習慣。紅油炸斜田係阿姨連做過千多角色的一出戲，咪係做編導嘅老公許伯昂成立嘅劇團白油草10年來嘅代表作品。身為劇團嘅首屈一指，阿姨連唔但搶愛做好演員嘅本分，不時還會去教人本人意見。雖然台上台下都會無限，時光也無限到一氣一聽。你這出戲演了6個角色，那這是你演過最多角色的一次嗎？還有更多的嗎？是，應該是6個角色。那你在應付他的時候，就是我也會好奇說，這個那麼多細節的一種劇種，那吐槽要怎麼辦？應該這樣說，我通常準備一件事情的時候，我不會去想萬一吐槽怎麼辦，因為對我來講，它不應該有退路。我覺得啦，就是這就回歸到那個你要讓觀眾看到什麼。那我不覺得觀眾應該看到一個打折扣的表演，所以對我來講，我不會先去想那個。我覺得演員哦都會有一個很奇妙的東西，就是能量。就是在對我來講呢，沒有觀眾的時候跟有觀眾的時候，對我來說是一樣的。可是你要當下調整跟適應的一個關鍵的事情，就是你要感受觀眾的呼吸。記牌，你還很認真的教那個打鼓的演員。我看到你教他，我覺得哇，那個很吸引人。就是你是穿着很素的，可是你在教他的時候，我反而都會忽略台上在演的人，因為我會看你怎麼去糾正的姿勢。就是我記得我之前看過有一個書上面說，京劇的動作都是從相反的先開始。相反，對，就是可能你們要出去的時候會先啊，對，有個迂回，對，欲左先右，欲前先後。對，我覺得那個東西很迷人。然後包括你在教他打鼓的時候，我已經覺得那個演員瘦瘦的，已經很有 power 了。可是你一講就是又不一樣，就是那個帶出去就覺得哇，怎麼差那麼多？我就常常會覺得，只要時間還來得及，你也願意，那我們就再拴緊一點，好不好？因為對我來講，只要還沒有呈現到觀眾眼前，演員也願意付出時間，
或是付出思考，其实都会是他的体会。那我觉得在那个。因为其实我们通常也很不喜欢在演出前演员压力很大的时候，再加诸给他什么样的笔记或是更多的细节，所以我通常也是看人，如果他可以吃得下来，我就一定要讲，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是我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会希望，我可能觉得这样看似好像够好了，可以演出了，可是真的就不能再更好吗？那如果有个人在这个时候跟我讲，我反而会觉得好，那我就要去试试看做。你是从小螺丝就一直拴很紧吗？我也不知道。一日制作團隊去到阿依林睇陶人嘅錄下，上去圈圈嚟看啊，一個剪劇小天后，而冇睇戲棚劇場空間下，係用嚟輪工業嘅嘢。洗碗、洗衣服、晒衣服對我來講是舒壓。啊，對對對。做家事。對。你知道你剛剛說了什麼？我剛你知道你跟我說了什麼？我剛剛說，對啊。我生長的家庭是比較嚴謹的。跟我學戲的過程蠻像，就是學戲通常都是口傳心授嘛，然後整個過程也都是，戒慎恐懼的，所以你在學的時候，在理解的時候，它的整個過程其實都是嚴謹的，所以這個人打開我某一個開關，然後那個開關是我自己也覺得有點恐怖，就一打開之後你就。所以我好羨慕他哦，他就是一個很活，怎麼講，很勇敢，終於活在自己的那個狀態的人。可是我就是從小就是很容易戒慎恐懼，就是我活的是別人期待當中的我。然後我因為他，我比較能夠面對真實的自己，就其實我也是很活潑的嘛。伊等次嘅係阿伯昂係透過公益教專業嘅武戲演員，阿依林創嘅係強義發展文戲嘅功夫，是係要做出一等優秀嘅戲文思想。武戲強調嘅係勢頭愛雄、愛世俗、愛流量。一兩個笨蛋如果有幫水，就按起一兩三是係有幾層各幾土壤嘅角度都好。阿伯昂又係用嚟看阿依林一個演員嘅呢。第一個是觀眾緣吧，就是演員。我有觀眾緣嗎？對。什麼？你有觀眾緣嗎？粉絲專業給你 po 個你的。我有觀眾緣。我還沒有買廣告就已經。不要這樣。非常有才華。你可以一邊天分小小的這樣。然後為什麼我說不需要導演呢？因為戲曲是主演藝術，它是以主演為主的一個表現形式。那他自己就會把自己整理好，所以導演通常是看到哇，這個演員有好多東西，然後會不斷挖掘，直到演出的那一天，我們會想 more，give me more 這樣。然後黃宇琳就是那個，他可以給很多東西。那你說他是個什麼樣的演員？就是個非常好，對導演來說就是非常好用，但是不是太好的導演沒辦法用他。因為他會很累，因為他會跨過導演去做很多事情，原因是因為導演不知道要幹嘛。你剛剛講的狀態，他就是在一個丈夫兼導演的身份。對啊，但我不會啊，我跟你合作的蠻好的。我就覺得他比較像是在一個架構上，生活的形態上面，他通常可能他要注意的東西會比我更多，但我注意的東西會比他更細節。我是集中而深入，然後他是整個狀態，所以我們很常讓相處的人不知所措，對不對？對，就是他有他的角度跟他的演員的立場，我有我導演的立場，那我們就會碰撞，然後出現一些美好的結果，這樣。那個過程吵架，或是有時候吵架的時候很好，但是我們情感，我們的私生活不太會影響到工作，這個反而是夫妻的模式吧，好談不上什麼好壞。所以我們團也會，因為是從夫妻兄弟出發的，所以我們團會非常
非常像是一个山寨的概念，他没有山寨没有这么多哎，别人的大家都是按人家会说规定大家庭，不会讲山寨。大家庭是，但你讲山寨的原因是为什么？就梁山好汉啊这样。所以有一种大家一起去打仗的感觉。对，我们比较有自己的一些模式，但家庭不会一起去打仗，对不对？杨家将啊，但是杨家将太爱上。Oh no！ 散步过後，阿姨連本眼嚟看相本，同眼嚟講以成長嘅過程。記得後生時節12度做起來表現的嘅安多嘛嘅見太爺，每張韓國了解也有一重要嘅。因為你做的這件事會花掉你非常多的時間，所以你要犧牲掉很多所謂休閒活動。對，以前也會進 KTV 揮霍自己的聲音，後來都覺得，以前是多以前，就是國中的時候啊，高中的時候也有一點啊。就是你其實會發現，你犧牲一些時間，或是其他的娛樂也好，或是什麼，你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就是為了你演出的狀態會更好。所以你知道，你的這個犧牲是不過度使用它，你把它留在那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去訓練，就是真的很像修行，就盡量清淡，然後。辣的、炸的、冰的，烤的或滷的，然后过甜的，就会在要演出之前的一个，现在会拉一个时间表，我大概就会2、3个月都忌掉这个东西，对，就完完全全让自己就是，就是修行的状态。对，那身段也是平常就要练的吗？应该说我们从10岁开始。将近8年的时间，然后将近天天都在做这个训练。那身段这个东西，现在比较多是在思考上面。这个暖身跟身段是有一点差别的，可是也因为你把身子暖开了，你把各个关节都做一个很好的调整，暖开了之后就觉得比较能够身体跟心理都会在一个面对一个即将要来的东西，做好一个准备。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现在这个阶段比较重要。当我们长大之后，才会去想这个身体机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那其实呢，最重要的东西，小时候在训练的，就除了那个极限，譬如说腰跟腿的那个伸展跟控制的极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拿捏分寸。所以我们常说三宝就是一个。上來嘅長期訓練係要嚴謹嘅，但有辦法做到愛數愛表，如長實作用嘅咁簡單嘅。口水無片，也係我來聽等阿姨嚟來體驗看啦。我今天就帶了一個小禮物，見面禮。見面禮，對，見面禮，然後讓你認識一下硬敲跟軟敲這2個好朋友。這位是軟敲。其實這是硬敲，這是豬腳。所以我們就說，人家說硬敲跟軟敲的差別，我就說你直接看鞋底，有沒有就很比一下，有一種大小朋友見面的感覺。再比一下，你看有多誇張？真的要塞到這裡面？對，這怎麼可能啦？但是你現在這樣看，你會多一個角度去想說，那些老藝術家們在想什麼？他們怎麼會把這個發揮成一種表演藝術的那個精緻，它的功法，然後它的美學，是建立在這個東西上面。這東西它要樹立起來，其實它要真的是要有相當的時間跟耐力。對。那就更不要說他如何克服這個東西的疼痛，去創造出這麼多美感。這是古早的暴力美學，殘酷美學。你看有多殘酷，我怎麼可能穿得了？我不得不說，它某種程度蠻殘酷的。真的。那這個你看裡面還有那種2圈。因為這個裹腳布是2塊，就是裹腳布，我們要拆。我讓他脫一下衣服，真是不好意思。
为什么说硬敲？你就可以知道它整块都是是硬的，是木头制的。你看按那算海哦，按那算海哦，什么意思？这样算斜啊？海哦，客语是海，是啊，是海啊。所以脚是直接搁在上面。对，剖面图就是脚是这样子放在上面，然后用裹脚布让你的脚跟它的角度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说绑完就很像一块块小猪蹄儿。真的有点像。对。你看我拿一条法树筋，不过重点係我腳方也損害，唔是做過按細損嘅害哦。我今日如何屯伊林呢？來好可能伊平常時睇練嘛嘅，伊想要本來練嘛嘅，不過首先要先起風起來。要用哪起呀？好，走，往前。应该要放个什么音乐的？胸口挺起来，胸口挺起来，对，很好，很好。好，我们这边摆一个双手叉腰，好了，双手往外翻，叉腰，转身，站好，走，对，走回去，翻开来，再叉个腰，重心往前，对，有没有？重心往前比较好站，然后笑一下，对，耶！哦，你很厉害，你真的很厉害。你要不要先做？谢谢，我先模拟做。太棒棒，棒棒！活泼三郎那时候最需要练的就是那个 S 型，然后我那个 S 型也是练到我这样。那走路真的好可怕哦！那时候真的练到呼吸，有没有？脚底下好痛。可是你不能有状态让观众察觉，所以就先把那个疼痛练到一个极致。观众朋友，迄讲感覺到刺刺嘅，家就來試看啊，用內腳面來行路，所以連登行半點鐘，講路第七嘅喲。等一隻動作做錯的，相信也會同我同樣對苦練出來嘅阿依林多富有尊敬。王依林係對學傳統戲曲戲師，裏面想同鄉台之間攤皮粗口嘅，生下來一個演員，伊會編劇，會導演，會做戲。但大家係認識一個愛情觀態度也非常匹配的細妹演員齊演哩。是阿燕玲的人，我感覺到伊貴嘅人，懶怪怪嘅，佢點從講話仲係帶顏色兒，佢從情感態度變得呢幾多唔想講嘅事情樣誒。採訪一家下，能錯落得冇一句誒，伊就講，像周慧玲老師說，那時候我們剛開始演的時候，他就講一句話，說他覺得我在舞台上的氣質比較憂鬱，我就說哦，係啊，那個。係咩唔掂呢？阿燕年少少嘅講伊出家，其實個好去做嘅到高神氣、農人社會角色，像係魔法師一種。是講係看下伊頭擺嘅到演出，有幾太陀螺嘅，如果被嚇到，農馬嘅角色一路做過呢。另外接觸的角色，大概都有一些特別啦，我知道較特別。講個演員嘛嘅，做嘛導演會同安琪配嘅角色。因為我又唔係嗰種標準美女啊，係啊，我就較奇怪咩。唔會啊，唔可以啦，還是可以講嘅。我是知道較奇怪啦。你講同個性有關冇？
莫有啲关系吧，因为我较无，我就知道安尼一般的各种角色，我们无嘛兴趣。但是本来戏剧里面的角色本来就比较挖得比较深嘛，对啊。阿燕玲是毛利的行业，亚路卡是公务员的小家庭，妈妈是体育先生，故所以自细都对集体运动过有兴头，每认真安尼培养出来以生活又丰富的集体感觉。要不是先生相扶，刚才一跤直跌到山底下去了。请问尊姓大号？背姓许，大号不敢只有小号。刚你弄一开始会读戏剧系咯？一开始就应该是讲动多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其实真的对体育、音乐跟作文很有兴趣，然后我喜欢团体生活。以前我念新竹女中的时候，我的成绩都不是最好，但我的德育啊、群育都超标，就是已经破掉了。应该讲啊，好孤独，但是我又好同大家向下做伴。刚过你的个性真的如果是剧场，可能遐呢，可能遐呢。身体会一点一点暖起来，在睡着以后很久，身体很疲倦，温度很疲倦，你的声音在我的身体里。虽然讲做嘛嘅如果可以3年，但有人唔系想要有年提早盘，剧场表演、舞台都系清楚嘅界线，可是满足嘅多以下2种全无共用嘅需求。和图书家下阿燕玲都去参加演出最重要嘅制作，像系赖上传导演嘅《以梦之梦》，佢系用60天安门事件来做背景，就地背嘅主角彩玲嘅用嘅来设定嘅舞台剧。演出家下都受到某一多人注意。创业过后，阿燕玲都团佢讲系团一对细细嘅年度大嘅沙漠剧团创作者有几多合作，改做路推办嘅剧场界产出头来。没有能力怎么样？杀他！在月光下，我们把它碎尸万段。我们会唱歌。我跟你发誓，等我就说。无论是排练戏出，也是读戏文，迄个唔系轮到嗰一做戏家下，一路系安安静静嘅睇佢看戏文，睇佢思考。色彩困难推睇戏旁方，会爆出人想就想唔到嘅能量嘅现象，连连向下。我觉得好的演员一定要安静，然后要自律，他要给我懂对自己懂严格，给我管理他自己。然后他这样做的时候，就马上他就能够进入情况，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被感染。这样，那他如果做足了准备来，他就可以帮这个戏再加分，那这个品质就会程度会好一点，这样子。阿燕玲系演员，又系导演。我相信有几多导演听到以下嚟讲，如果新冠运动一下，会比感通到。其实睇几多剧场导演各意嘅名单度方，阿燕玲做得讲就系一个无奈去潜入暗号嘅演员。无论乜嘅一难剔头嘅戏出，潜意来做路错，讲也唔怕讲，就系认真无意来做也出戏，就唔上戏。我觉得燕玲有点像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人会形容演员他是一容多貌、一体多态这样子，一身多情，或是一什么多什么这样，就反正他的所有的，但是燕玲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一个难以捕捉到的佛地魔。我不是说它是负面的，我只是形容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身处在哪个空间。那个空间可能是附在哪个身体上面，所以，但是它都是，你知道，它有个本体在那里，它就是一个很有神秘感的演员。就是因为我觉得演员有神秘感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神秘让人想理解，
就像角色，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燕玲就是像那样的演员，她丢出来的表演就是会让你觉得，这样子充满惊奇这样。因为我觉得常看戏看到好看的演员，就有一个很关键在剧场，就是你距离再怎么远，你都会觉得那个演员在你眼前，他不需要特写，就是那种他会浮到你面前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非常具体，然后你甚至有时候会感到害怕，就是就是他能量很强，这样就这样，就是这种感觉这样。我也有演过燕玲的戏蛮多次的，然后我们也有合作过，然后所以互相就是我自己单方面觉得，就是在工作上，其实我没什么好担心说，就是会怎么样，就尽量能把我能够做的事情做好，然后那个互相之间，他可以给我的刺激非常多非常大，然后这个也很难得。就真的是跟经验啊、人生经验、跟剧场的经验，还有对于表演的想象，这些全部都是我非常敬仰的。你这样对演员要做的事情，像我上摆可能伊出去屯客家亚孙语馆的啦，离开与重返，也个角色，是的，讲过多一些，从按你的诠释，那讲过过其如嘿，演员怎么去思考自己去扮演那么多不同的角色，然后怎么去映照到自己本身这样。演员就是要就是要先打破自己的惯性，然后呢，就是去找这个角色至于你对我来讲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对我来讲，演员都希望能够在戏里、在角色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经过我们用身体的、用口语的练习，然后反复的去咀嚼，然后就好像能够更了解别人这样子。这是我们觉得最大的回馈。就上海演戏做演员，佢咩讲有戏上去演戏啦，就从履历在身份，这种演戏。演员安尼的事情，就要一种修炼，要一种专业，其他专业唔要啲讲台上章鱼的事情，一定台下没有爱做。但是东拓阳讲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但是确实係安尼的眼光，安尼向下去看講哦，跟我準備嘛，佢當成是見到我安尼咯，哎呦。我冇看过安尼东西哦，我记得也感觉安尼，当多事情自己生活底会发生，自己观察，自己享受，因为伫台上享受过，伊当多时间，当多感觉，自己带等一种眼光来看台下的事情，没有出到讲当感通安尼，所以我知道做演员安尼，是讲加。感受的能力会慢慢在培养，慢慢在扩大。网易多人请伊去做戏，讨厌观众又按角意义来做戏，伊还有嘅判断来做乜嘅角色，录系乜嘅角色。我伊还有乜嘅系伊处理唔行嘅大问题冇呢？阿燕玲嘅回答竟然系，只喊迄冇钱啦，给真的冇马钱啦。按出接按拍嘅答案，唐东人会抽奖。不过也未看得出台湾客创界当面面对一只过太过艰辛嘅问题。过多替客创工作嘅人，一张也能2年半5元，比2万2都还高少。一年头天如果这种苦渐渐的经历的，刚才面对客创艺术还有嘅热情，怕如果难坚持下去嘅。虽然我是观众可以开档。是的哈，如果这个观众会感觉讲，剧场真的就是非常吸引人，但我们只是要付钱进去看而已。咁对应这个睇底部的人，都在剧场里嘛，可以想你的收餐的安尼，就算安苦如莫离开。咩唔掂呢？如主题呢吼？主题呢咩？但是只有讲。像有时候现实生活底部，唔要按清楚，要遮蔽当多东西，
因为遮蔽很多东西，因为因为保护人家咩，因为不要伤和气咩，因为妥协咩。那戏剧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地方啊，可能不小心就爱上啦，不小心那个人就受伤啦，不小心就怎么样，这种时间短像较过瘾咩。就是现实生活里边，很多被遮盖掉的东西，你们在戏剧里边有看到，就做的安慰大家，没做安慰自己，没做发泄一下，每次都是很本能的是这样子。听阿燕玲讲嘅一段话，我们是法国戏剧理论家安东尼阿托是讲过嘅，伊讲戏剧路像係一種為了解人嘅解剖學嘅方式，經過無相同嘅形式樣貌嘅解剖，生命路會受到危難，甚至係潛到人生嘅方向。一路係從燕玲講嘅，戲劇係一條一定針嘅藥方，唔單止扭到戲棚下嘅觀眾，戲棚空嘅自家也比危難多嘅。演員嘅後台，嗰時有機會看得到，尤其啊個，我講我韓國鐵皮路係傳統戲劇以內嘅演員嘅後台，嗰時演員以內咧時裝打扮啊，又會歌舞腔樣啊，你看人家穿到差唔多1點鐘，正式演出嘅，大家路。去準備啊，又會繼續去化妝啊，也算去討論等下有哪度要注意嘅事情。其實以我自己演出的經驗嘛，有嘅時間我哋會去打嘴鼓，因為要表述一下去緊張也是的。1:40。雨林人家伊睇純金、白金，因為傳統戲曲伊要用到眼神係非常快的吼。尤其還會唱，故所呢，我哋更加唔敢去操意啦，吼，必來準備。歡迎，哪票？你好，大你好，吳亦榮。吳亦榮是不是？好，這邊。對，那這張票給您，麻煩幫我確認一下，如果沒錯的話，右方可以。好，謝謝，謝謝。耶，拿到票誒。而準備看戲以前，我登上會去前台昂啊，看下先有乜嘅鏡架，有乜嘅小架好拿。唔過劇場佢奇妙嘅素材路睇，下班可能看係鬼片呢。唔過看戲出來過後，唔會感覺講團上上嘅規模強樣。各位驗票哦，謝謝，謝謝。準備要入場嘅，而家時間我如果感覺佢聽一邊唔啲，到時間也戲會上到用嚟戲，所以我能看到彩排嘅。如果呢冇化妝啊，可能有嘅服裝也唔全做好勢啊，故所我感覺係完全冇強樣嘅。假如等我看係戲咯。去处哎，远近有知名，蒸笼伞温暖。真的係一出過奇妙嘅戲哦，同北京戲總啊按後生，我也看得到，其實也擺來看的啊，看伊人嘅戲嘅人，其實幾多都係後生嘅。我講我講，如像伊人講嘅也係真嘅一條而行嘅路，因為我身邊有新嘅人數入來，後生人然後入來看，只要伊人按嚟做，真嘅同觀眾做朋友，我感覺好少有太多按嚟嘅效果。好，你要進去嗎？好，你都來。雨林
哦，侬会变做伊的眼妹黑，侬会变做伊的粉丝，你再讲一下吗？雨林呢，佢就會因為傳統戲劇係樣啊，從頭佢哋就係從細佢就開始訓練嘛，哈，就某種很多人不像他這樣，就是說很努力。我就供一個例子，泰卡甘迪跟京劇裡面有那個穿那個敲哈，敲是很辛苦的一個功哦。董事有年會好多胸給按後，敲有分軟敲跟硬敲，有硬嘅老軟呢，跟硬嘅哈做起來就懂魔術師誒，我講嘅硬嘅大概就是2個半的腳趾頭在地上走路，去見拜，我演嘅手跟硬敲嘅哦，就重練一次他就掉指甲，重練一次就掉指甲，但是他還是一直堅持。還有個有 DT 看到黃雨玲做嘅演鬼啊，剛剛為什麼還在台上那個鬼步？對，活捉，大家就知道，一行業的衝站在那個站在滑板上面，你看唔到佢個腳骨，就會翹嚟大部分用一啲咧，衝嘅浪花一啲咧，它能停同音音，所以它是一個，它主要它的戲非常好，就是傳統戲裡面很少看到像他這樣內心戲做得這麼足的。也就是說，它很符合我們所謂西洋現代劇場跟傳統劇場，它是融合得非常好的一個演員。一個嗓美吼，他也許不是嗓音最美的一個，但是因為透過他的詮釋，你絕對會被他吸引。他很特別的嗓音，叫嗓懂 TP， 他可能不是那種最高最美的啊，像中國有很多演員那個聲音哇出來會把你嚇壞，可是他會讓你記得。新同學，你都有戲嗎？抱一下。大概嘅70年前，同京劇帶來台灣嘅一台長期自主古鎮球嘅古劇團，喺娛樂戲院演出，一做錄係5年。先前無人識有安尼嘅場面，背面也無萬人表演戲。70年過後，接顧欣賞嘅劇嘅弟子黃義林，竟然每天也做戲院行來表演，同傳統戲曲嘅獎相屬下去。對阿義林來講，做戲已經唔係以自家嘅興趣，也係專業嘅，其實係有很個重要嘅意義。我是最充滿感觸，然後再加上，其實還有一個很複雜的心情，就是我的老師顧正秋，他其實當初來台灣，他就在永樂座這邊連演了5、6年的京劇，天天演，我其實都很難想象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盛況。那個時代，在我們來講，聽到那些故事，真的都好傳奇哦。傳統的京劇已經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有很多人去做傳承這樣的工作，是有更多的能力跟資源去做那件事情。那發展，或者是轉化呢，或者是實驗呢，這件事情，我覺得，好像年輕人來做，也許是比較熱血的，也比較能夠不顧一切的去試各種可能。每認真安尼，幫有錯連續參加為世界嘅大和堂青年戲曲藝術節，因羅新百度想喺睇傳統同現代當中探戲嘅出口，而同傳統戲曲嘅功夫美學感入現代劇場，而來想韓國多後生嘅觀眾。是講一旦一種做法，未受到幾多愛保護傳統嘅人來過在同質疑。唔過阿伯昂同阿義林還係認為。也係天初愛做的一項事情，因為我們是一個京劇表演出身的表演者，那我們在創作的過程當中，一定會遭受很多質疑，跟不管是打擊也好，或者是批評也好，但是總是會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想要這樣做做看，我想要知道我這樣做觀眾怎麼看我。或者是，也許觀眾喜歡呢，可是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我們應該要漂亮，我們不能醜，我們不能太寫實，我們要疏離，我們要有距離的美感。可是戲曲打動我們，不就是這麼直接嗎？那當然，我們需要被別人了解，需要一些時間，大家需要觀察我們，然後進而走入我們的世界。
我只希望就是大家是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那我不急着贴标签或是下什么定义，因为我也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试图，或是我今天看到都，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呢。对，真的是真的会让人觉得有希望，因为而且还有小朋友，因为他笑得很大声，我就想说，他真的看得懂，很有趣，就是真的进来看会觉得是有希望，就是，所以我也很努力的练台语。有台语真的，昨天你还在一直练，我台语真的讲得很不好。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戏当中，其实可以呈现就是一个台湾多元文化的样貌。拍過手有後生嘅表演者會從阿姨裡面呢，通過嘅傳統藝術嘅發展指引，表現自家嘅鏡頭風。可能都係有一種10歲帶20歲人頭嘅使命感，而能為安全性嘅行睇一條路風。我們站在台上，也許很多人會覺得我們很不容易，可是其實我覺得更不容易的其實是這些過程。我們每個人個人的遭遇，其實對這整條長河來說，可能只是一個就是繁星點點，但是能夠匯成這整個長河，能夠讓它璀璨起來，真的是所有人是沒有辦法遺忘任何一個細節的。我兒係唔做樣樣會想去做乜嘅呢？阿姨裡面答案係而想去做感動人嘅事情。無論係上述傳統又係創新嘅阿姨裡，也算有千變萬化嘅樣嘅，有熱切去關心社會議題嘅阿燕裡，而能都想去用表演來感動觀眾，進一步影響社會。去做水棚，睇下當然見答數，也答數上係對人人一定大嘅鼓勵。喺外先睇阿姨裡嘅心肝闊度，聽咗含有嘅心軟又硬撐嘅力量，外邊已經行上去棚空，繼續用表演來感動大家。